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會帶大家睇一個天水圍嘅樓盤，樓盤坐落於天水圍市中心，而且隔離仲有一個巴士總站，行多兩步仲有一個50萬呎嘅嘉湖商場，入邊有戲院、餐廳、超市，應有盡有，而且仲有一個大型嘅天水圍市鎮公園，綠化空間十足，俾你休憩嘅地方亦都係充足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上單位睇下啦。而家我哋上到嚟嘅單位裏邊咧，我哋就係天水圍柏慧豪苑嘅3房1廁單位，實用面積大概有578尺嘅，而呢度嘅景觀亦都十分之開揚㗎，就好似我身後望到呢一個園林影視嘅內園泳池景，一齊入嚟單位睇下。單位就睇完啦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喺呢度 WhatsApp 我或者打電話俾我，拜拜。